将他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现在中文译本873页，台语汉语本751页。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，当乌西亚王死的迄一冬，我看见主，伊坐伫悬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也盖了整个的圣殿。伫伊的周围有天使撒拉弗徛伫，每一个拢有6个膝骨，2个热面，2个热体，2个德杯，因彼此呼应讲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、荣耀充满全世界。因呼应的声音震动了圣殿的地基，圣殿内充满着烟甲雾。我讲，我完了，我惨啊！因为我喙内的每一句话拢无洁净，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同款无洁净，而且我阁亲目看见了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对安尼，有一个绿色的天使往我飞来，摕着一双火箸，夹掉祭坛顶燃烧着的炭。伊甲迄个炭吻入我的喙唇，讲：即块红炭吻了你的喙唇，你的过犯就消除了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对安尼，我阁听去主讲：我通找见什么人啊？什么人肯替阮传话呢？我回答讲：我去，请找见我。安尼，伊找我去，甲伊的百姓讲：恁听了，阁听，但是袂明白；恁看，阁看，但是袂了解。接续，伊对我讲：互遮个人头脑糊涂，耳讲重，目睭花，互伊智到看袂着，听袂捌，想袂通。若无，因就会回心转意来归向我，来得到医治。圣经以上，今仔日杨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时代的先知，请咱恭敬的心来听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搁一届伫圣殿参加主日，做伙来敬拜伊。时间在过真紧，今日已经进入到11月，搁2个月，咱就要结束咱即个年度。愿上帝继续引带领咱，互咱规年拢有伊的保守甲祝福。像是这个时阵也已经渐渐来接近圣诞节的节期，是一个咱通好好来准备咱家己。准备咱家己的性命，通来迎接主要所降生的时，即时要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遮尔啊疼阮，用你的恩典，互阮通搁一届做伙组织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对你来的话，恳求你通甲阮送到底底，想使阮有安静的心，有拍开的耳孔。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性命，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快乐，互阮通真实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教会目前在推行的读经的进度，咱是配合圣经公会3档将圣经读一遍的进度。今年这进度已经是第3档的进度，所以咱到今年底，咱就要来读完圣经的一轮。毋知咱到对这进度咧读，
若是有，恭喜咱已经真紧要去甲圣经读过一摆。咱对10月底开始，咱已经进入到以赛亚书，咱会一直到12月底到年底，将以赛亚书读完，完成咱即轮的读圣经。我想圣经公会伊将以赛亚书排伫即个年底11月、12月来读，一定有伊真特别的用意，毋是讲拄啊好那定。因咱若看以赛亚书，咱会知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内面当讲上济，也是讲上清楚来讲主耶稣关系主耶稣代志，即个预言的一本册。又讲到主耶稣伊的出世，讲到主耶稣伊家庭的背景，讲到耶稣伊的个性，讲到伊伫十字架顶的受苦受难，以及伊的过活。所以即卷册以赛亚书，通讲真适合咱伫圣诞节的节期做伙来读，对咱有真大一个帮助。先知以赛亚，伊是主前第8世纪出世伫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。伊通讲是以色列的历史顶面公认一个上界伟大的先知的之一。先知以赛亚伊的背景不只啊特别，伊的父母拢是王的亲情。所以以赛亚伊对细汉就当讲是伫王宫内面来大汉成长，所以有人也甲伊称作是王宫内面的即个先知。也因为伊即款的背景，伊咧做先知服侍的时，伊真有机会通直接对国家的领导者、上界悬的即个领导者来讲话。这是以赛亚伊服侍真特别的所在。讲到以赛亚伊最后的死，是死伫一个王歹的王叫做马拿西，即个王的手顶，伊是用锯来锯死，伊死的是120岁。以赛亚书是一本不只特别的一本册，咱应该侪人有听过。以赛亚书互人称作是一本的小圣经，小的圣经，浓缩的圣经哈。咱若看以赛亚书，伊拢总对头到尾有66章。看到66这个数字，咱可能会马上联想到，规本圣经拢总有66卷册，这真拄好，两本真共款，两方面真共款。一个更较特别的，咱若甲以赛亚书分做两大部分，第1章到39章，以及40章到66章。这两个部分，伊的主题、伊的内容，会当讲是真大无共款。这大含咱圣经头前39卷的旧约，后壁27卷的新约，中有一个分别，大嘛是共款会当对应着。所以以赛亚这本先知书，互人称作是小圣经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另外，除了头前所讲的以外，咱若看以赛亚书一开始是讲人的犯罪，通过以赛亚伊的预言，在讲人的犯罪来得罪上帝。以赛亚书的上界尾的结尾是用新的天、新的地的一个意象来做结束。这含咱规本圣经嘛，都有一个对照。规本圣经的一开始，创世纪在讲人的犯罪，上界尾的启示录在讲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所以咱看以赛亚书和规本的圣经有一个真特别、真奇妙的一个对应。总讲一句，以赛亚书是真特别、真重要的一本的先知书，鼓励咱伫接续这段时间，来当好好来读以赛亚书，相信这对咱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接续咱就要做伙通过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看以赛亚伊互上帝呼召，成做先知的整个过程是啥款？像是咱嘛要通过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反省。基督徒伫即个时代，咱应该扮演什么款的角色？但是要提醒咱，互咱会通注意的是，咱若照时间的顺序来看，咱今日所读的这第6章发生的代志，应该是伫以赛亚书内底上早发生的哈。所以第6章的时间应该是伫头前第5章头前这5章的进程总是以赛亚有真特别的一个安排。伊伫第1章到第5章，先将伊对上帝所领受这启示先写起来，来甲当时的人讲，咱是因为安怎来得罪上帝，咱着安怎做，才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的。接续第6章，伊才回头转来写，
伊是安怎受上帝呼召，通成做一个先知，通来服侍上帝。经文的一开始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甲咱讲，以赛亚伊互上帝呼召的即个时间，迄当拄好是一个王乌西亚死的迄当。咱若是看列王记，也是历代志内面对这乌西亚王的记载，因对伊的评价是一个正面的王，是一个好的王。伊咧做王的这个期间，对犹大国无论是经济、军事、政治各方面，拢有真大的建设，互整个犹大国有一段真强盛的时间。总是咱若看以赛亚的记载，咱就知表面看起来真强盛，但是下面事实上也有侪问题伫真内面。伫即个表面上看起来真好，互国家真强的即个王死去的迄当，上帝以赛亚来显现，来呼召伊。咱通做伙来想象，当一个好的王，互国家真强盛的王来死去的时，整个国家的百姓的心可能会真惊吓、真烦恼，因为毋知影国家继续要往对一个所在去，毋知接续的王是毋是会当继续互国家哪发展。我想全国百姓大概真惊吓，只毋知影要安怎继续向前行。我想长时间伫王宫内底伫服侍的这以赛亚，伊去共款嘛有即款的烦恼，即款的担心。接续的王敢是一个好的王？接续的王敢会继续带领百姓来服侍上帝？我想这拢是伊心内的烦恼。伫即个大家真烦恼，真毋知要安怎，要安怎继续向前行的时，上帝通过咱今日所读一开始即个异象，以赛亚来显现。伊互以赛亚看见上帝坐伫悬悬的宝座顶，伊的衫嵌密整个的圣殿，这个代表上帝伫座位顶面来掌权，上帝的气力犹原甲以色列同在。上帝通过这异象，在提醒以赛亚，上是嘛在提醒当时这个时代所有的百姓，地上的君王，因的时间会过去，更较好的王嘛有死的一日。有过去的一日，总是毋通袂记得，有一个永远掌权的上帝，甲面三个地地，只有永远掌权的上帝，才是以色列真实的王，真正的上帝。我想，当一个人，当咱个人，也是一个群体，失去一个领导者，失去一个通倚靠的人的时，心内拢难免有一种失落感、失落感，毋知要安怎继续，毋知要安怎继续向前。但是，若对今日的经文来看，失落愿望的时，上时嘛是一个咱通回头敲找上帝，上帝咱显现，上帝施乐稳定的一个时。咱若回头看以色列民族因的历史，咱会通发现，因离上帝上近，和上帝关系上好的时，往往是因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，其他国家来甲因拍，拄有战争的时。颠倒是国家太平、真富足的时，因来离开上帝。所以对这点安尼来看，当咱失去咱所倚靠的人、咱所倚靠的代志，而且咱所倚靠的物件时，这上时嘛是一个机会，互咱通回头转来敲找上帝。所以俗语咧讲，危机就是转机吼，危机有当时嘛是一个转机。我想伫信仰上嘛是会当安尼来思考。上帝通过这个异象，咧提醒以赛亚，也提醒当时的百姓，毋通袂记得，这位上帝是永远甲因三甲同在、三甲地地上帝。接续咱就看到以赛亚伊甲上帝实际三拄三见面即款的情形。咱看到经文记载，有上帝的天使、上帝的使者撒拉弗、撒拉弗伫伊的身躯边在飞。上时，这使者因喙在发，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这圣在的圣，就是咧指圣洁。圣在就是讲真圣洁，非常的圣洁。咱来看伊只连续用3摆，咱正通常有咧讲，为什么要说3次？为什么要讲3摆？因为非常重要。这嘛是因为非常重要哈。希伯来文内底一个字，连续用2摆，代表真强调。
这毋若用2摆，这用3摆，表示绝对的强调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咧讲的是上帝全然的性格。上帝是全然性格、全然无瑕疵的一个上帝。当以赛亚甲即位全然性格的上帝相拄的时，咱通注意看经文。以赛亚伊第一个反应是啥？伊讲惨啦，我害啦，是真负面的话吼。咱有当时可能会感觉讲，为什么会讲即款的话？但是即款反应其实并无奇怪。一个无完全、无清气的人，徛伫全然性格的上帝面前，我想一定会感觉家己无资格通面对这位上帝。咱若看圣经内底，摩西和上帝相拄的时，伊的反应嘛是想要闪避，无法度直接面对上帝。耶稣的学生彼得拄着搁我耶稣的时，伊第一个反应嘛是讲：我是罪人，请你离开我，毋敢直接和上帝面对面。我想，无完全、无清气、佮有为的人，徛伫上帝面前，即款的反应是咱所通理解的。咱若看经文，真特别的所在，以赛亚伊意识到家己是无完全、无资格徛伫上帝面前，而且伊特别讲，伊的嘴唇、伊的喙所讲的话是无性格的，伊四周围遮的人所讲的话嘛拢无性格。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即个喙，还是讲强调讲的话？我想，这和以赛亚伊接受要互上帝呼召的即份真重有真大的关系。上帝接受要呼召伊做一个先知，先知就是用喙来宣扬上帝的话。所以以赛亚伊面对一个全然性格的上帝时，伊大声会想到：我遮尔无完全，遮尔无清气，特别是我的喙遮尔无清气，我要安怎用喙来服侍上帝？也感觉家己无即款的资格，无法度承担即款遮尔大、遮尔重要的责任。总是咱若看到经文继续，咱会当看上帝无互以赛亚一直伫即款的感觉家己无清气的情景内面，上帝通过一个天使，通过一个使者，摕一块热热的炭，红色的一小小的炭，捂即个以赛亚的喙唇。这个表明以赛亚的无清气，特别伊讲伊的喙的无清气已经除去，所以以赛亚伊生命内底的无清气、的罪恶、的过犯，上帝拢通过安尼来甲伊除去。以赛亚真已经互上帝准备好，通坦然徛伫上帝面前，准备接受上帝对伊的差遣。对这段经文，这几个发展，咱通做一个思考。人的罪通得到赦免，敢是因为人做足侪代志，通互上帝来赦免咱？我想毋是。以赛亚并无做甚物，伊的罪互上帝赦免，完全是出自上帝的主动，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我想这是咱对这段经文真清楚会当看到。人伫赦罪、人伫得救的这件代志顶面，人无法度为家己来做甚物，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。总是对这段经文嘛，互咱一个提醒：上帝恩典已经替咱准备好，总是咱嘛要有一个行动，才会当来得到这个恩典。就是咱爱到上帝面前，承认咱是无完全的人，承认咱是需要上帝的一个人。亲像以赛亚同款，伊看到圣洁的上帝时，伊就体验着家己的无完全，家己我尔啊需要上帝。上帝就因为安尼，赏赐白白恩典、白白赦罪恩典伫以赛亚的身躯顶。我想这是咱通过这段经文，咱通做伙来思考。咱通举一个例来讲吼，一个人伊确实若拢无感觉家己有破病，感觉家己足勇健、足健康，伊敢会去找医生？原则上伊就袂去找医生吼。确实伊若真正有病，只是伊家己无感觉若定。那呢，伊无去找医生，伊就无法度得到医治，无法度得到帮助。我想真共款，一个人伫信仰上，伫伊生命内底，伊若感觉家己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那呢，伊会间接来思考讲，我无需要上帝，我拢靠家己就会使。即款的人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，离上帝的恩典真远。所以这是咱通过这段经文，咱通做伙来思考的。
照经文的顺序来到这个所在，以赛亚伊的罪已经互上帝赦免，上帝已经甲伊准备好，上帝也准备要对伊来发出真直接的呼召。上帝要爱以赛亚，要竞选伊，成做先知，成做上帝代言人，替上帝来讲话。上帝呼召非常的直接，来对以赛亚安尼讲：我通找见什么人？什么人肯替阮来传话？这传话真清楚，就是做上帝代言人，成做一个先知，将上帝话来传达给百姓。上帝呼召非常的直接，上帝无来问讲以赛亚，你感觉你家己会当做啥？你感觉你愿意为我做啥？上帝真直接，甲伊的呼召，甲以赛亚讲：我就是爱你，成做先知去传达上帝的话。我想伫咱的信仰的过程内面，咱检测有无有即款的经验。有当时咱拄到某一个人，咱有心大一个感动，我一定要传福音给伊，要带伊来认捌上帝。也是咱接触某一件事工的时，咱会感觉做有负担。我真愿意投入即件事工来服侍上帝。我想，这就是上帝对咱真直接的呼召。上帝爱咱伫即个真直接的呼召内面，咱来回应伊，用实际的行动来服侍上帝。所以咱看见，当上帝对以赛亚发出真直接的呼召了后，以赛亚伊的回应嘛不只啊直接，伊嘛无讲我考虑看卖啊，我想看卖啊，无以赛亚真直接来回应上帝讲：我去，请找见我，我愿意来去，我愿意受你找见。我想这是以赛亚伊对心底所发出对上帝一个回应。伊头前已经看到全然圣洁的上帝，也经历着上帝白白恩典、赦罪恩典，所以伊真了解，伊应该爱有一个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我确信上帝毋但望咱每一位会当认捌伊，会当知影伊若定。上帝搁较望咱，拢会当亲像以赛亚共款。含伊三拄了后，会当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伊对咱的呼召。毋知影你感觉上帝对你有呼召？有当时咱可能会想讲，那像无呢，无解清楚，毋知影。但是我确信，其实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呼召，伊拢互咱有一个使命。可能拢无共款，但是你会当去发现，啥物是上帝互你的呼召。啥物是你上界有热情、上界愿意去参与的一款的服侍？我想这就是咱应该去做的。伫以赛亚真直接的回应了后，上帝伫最后的段落，咱拄仔所读第9节、第10节，伊也阁对以赛亚来讲话。伊进一步互以赛亚知影，当你愿意回应我的呼召，成做先知了后，你爱知影，你服侍的过程会有侪困难挑战。你讲的话，毋是你讲的，大家拢要听。你讲的话，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反对，是拒绝，是无要接受的。我想，上帝通过安尼嘛咧提醒以赛亚，服侍道路有上帝同在无毋对，总是伫这个过程内面一定有困难挑战。这个困难挑战要帮助服侍的人，会当更较侪来倚靠上帝的恩典，更较侪通过赢过这个困难挑战。通愈来愈成长，我想这是伫服侍过程内面，咱拢通经历着。我确信，当咱愿意服侍上帝时，咱嘛会经验着服侍过程其实是有侪挑战需要去突破、去克赢的。总是咱毋通倒退，毋通软弱，因为找见咱的是上帝，伊决定要甲咱相甲伫底。结论来讲，先知是一个领受上帝的话。然后将上帝的话传达给百姓的人，咱头前有讲，等于是上帝代言人，替上帝讲话，替上帝来传话的人。那对这个面向来看，对这个方面来看，那咱每一个行基的基督徒，也拢应该伫咱的社会、伫咱的生活内底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，因为咱嘛是大声领受上帝的话、认捌上帝的话的人，就亲像早时的先知共款。咱嘛拢有即款的责任，将咱所领受、将咱所认捌上帝的话传达予这也毋知影的人，帮助因也当来认捌上帝，也当成做上帝所听的囝儿。
基督徒咱的信仰无应该单单留伫咱教会即个范围、即个围墙仔内底若定。基督徒应该勇敢踏出去，咱会向看见即个时代的需要，即个时代的问题是甚物。通过咱信仰的反省，咱通对咱即个时代发出正确的一个回应，互咱即个时代无论是社会、国家，咱四周围的人，当因为安尼来得到帮助、得到祝福。虽然咱即款的行动，出去传达上帝话语的即款行动，一定会拄着困难、拄着挑战，总是咱毋通袂记得，找欠咱去的是上帝。所以有困难、有挑战的事，咱毋通软弱，毋通放弃，因为上帝伊一定应允咱，要甲咱相甲伫地。咱来当尽力来做的事，上帝要通过咱来成就咱所想袂到迄款的代志。等下，咱嘛要做伙来守圣餐。守圣餐嘛是搁一届，互咱通含上帝相甲立约。通过主耶稣，咱要搁一届来立志。我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我毋是要简单伫头壳知影认捌这位上帝哪定，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。愿咱每一位通过咱实际行动的回应，拢通成做咱这个时代的先知，勇敢为上帝来传达伊的话，完成上帝所交代咱传福音真要紧的使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予阮，通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。阮特别感谢你，通过今日以赛亚受你呼召这段经文来提醒阮，阮着勇敢来做出回应，勇敢来投入你所呼召阮、爱阮去、爱阮参与的事工的所在。主，阮要恳求你大声来赦免阮，因阮过去所做的实在无够额。阮常常软弱，常常惊吓，毋敢向前。主，总是阮要恳求你，赏出你的信心来帮助阮。好，当你呼召阮，当你呼叫阮的时，阮就愿意讲，我去，请你找见我。主，恳求你常常用这款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常常会当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你，也通过阮的行动，听成做这个时代，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阮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亲自来固守、引带佮带领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